現代科學係咪證實咗聖經關於性別、性行為同婚姻嘅講法？如果我哋喺呢啲課題上生活喺聖經嘅教導之下，對我哋嘅生命、我哋嘅婚姻、我哋嘅仔女係咪會產生影響？睇完本視頻就會得到答案。但首先，免責聲明，我哋想提醒觀眾，從聖經嘅角度嚟睇，我哋生活喺一個墮落嘅世界入邊。亞當同夏娃犯罪嘅影響繼續驅使住人類反對上帝為男人、女人、性、婚姻同生命所設計嘅最初藍圖。我哋都知道，聖經中列出嘅一長串嘅性犯罪，我哋都直接或者間接地受到離婚嘅影響。我哋都有過某種形式嘅性犯罪。今日好多人遠離上帝嘅藍圖，困頓於天涯歧路，因此喺世上唔能夠留低產業。萬幸嘅係，上帝嘅寬恕同恩典能夠救贖並治愈我哋，並等我哋走上恢復嘅軌道。但呢個需要悔改，就係話要轉離罪惡。正如嗰位被捉姦在床嘅女人，耶穌原諒咗佢，然之後話：去吧，從此唔好再犯罪啦。呢個亦都意味住將我哋嘅餘生交俾基督，請佢接手，然後生活喺上帝關於呢啲課題嘅話語之下。喺我哋深入探討之前，俾我哋先快速回顧一下聖經喺呢啲課題上嘅睇法。對我哋一路翻到最初，喺上帝創造大地並使地球充滿咗生命之後，佢創造咗一對管家嚟照顧一切。先做嘅係亞當，並從地上嘅塵土中把佢拉出嚟，喺佢嘅鼻孔中注入氣息。亞當之前冇人，亦都冇猿類種群俾佢從中進化出嚟。佢統治動物王國嘅一個標誌就係上帝讓亞當為地球上所有嘅生物命名。然後上帝知道男人係唔完整噶，俾佢獨居唔好，就話我要為佢做一個配偶幫助佢。希伯來文嘅一層意思就係上帝為佢造就嘅配偶同佢相反，或者講喺佢面前。呢度描述嘅一位個體，因為佢係人類，所以好似男人，但又同男人相反，相輔相成，因為佢係從佢而出。同創世記嘅記載可以預料，男人同女人以互補嘅方式設計，令到佢哋能夠建立家庭。喺統治世界嘅時候，比單有男人或單有女人做得更好。男女之間嘅差異係好㗎，係設計使然，二者相互平等，但不可替換。男人同女人一齊反映咗上帝嘅形象。明白咗聖經裏嘅呢一概念之後，嚟緊我哋將要討論一啲男女差異，從頭到腳。第一係視覺，首先，女人嘅瞳孔比男人嘅瞳孔平均大9%。聽過俗語話，媽媽嘅後腦有眼睛嗎？某事實證明，女性嘅周邊視力確實更好，女性有更好嘅色覺。男人要同女人感受同樣嘅顏色，所需要嘅波長會稍微大啲。男性患色盲嘅概率係女性嘅17倍。男性視覺對細節同快速移動嘅物體更為敏感。科學家們了解到，呢個係由於胎兒發育過程中男性同女性之間嘅激素差異。男性視覺皮層中嘅雄激素受體濃度更高，導致男性嘅視覺皮層神經元比女性多25%。女性嘅高頻聽力要好得多。科學家仲通過腦內成像確定咗女性使用左右雙側大腦嚟傾聽，而男人只用一側。同男性相比，女性嘅嗅覺更加好。研究表明，女性嘅嗅覺中樞內嘅總細胞數比男性多43%，神經元多出將近50%。女性嘅味覺亦都比男性好。研究顯示，佢哋腦內嘅味覺中樞有更多嘅神經元。佛羅里達大學嗅覺同味覺中心教授巴托舒克博士發現，超級味覺能力喺女性中比喺男性中更加常見。35%嘅女性躋身超級味覺者行列，而男性只有15%。跟住落嚟比較頭骨同大腦，男女嘅頭骨喺重量、尺寸、容量甚至形狀上存在住明顯嘅差異。喺頭顱裏邊，男女嘅大腦亦都有好多不同之處。首先，男性嘅同智能相關嘅大腦灰質比女性多6倍，女性嘅與智慧相關嘅大腦白質比男性多9倍。此外，喺女性同智力相關嘅大腦灰質有84%位於大腦嘅前部，而男性只有45%喺前部。白質裏嘅差異更大。女性負責智力嘅白質中有86%嘅體積位於大腦嘅前部，而喺男性係0%。
驅動男人智能活動嘅灰質喺大腦中佔據更多嘅區域。最近有一個專案研究咗118名嬰兒，揭示咗男性同女性大腦喺子宮內發育過程中嘅重大差異。呢個喺時間上遠早於父母嘅培養同文化嘅影響。該研究觀察咗16個功能性連接網絡，其中7個喺男女胎兒之間有顯著性差異。呢啲差異早喺 BB 發育嘅數週內就已經開始出現。另一項重大研究使用咗先進嘅成像技術嚟追蹤，並顯示腦內連接唔同區域嘅纖維通路。949個腦部掃描圖像顯示，男性喺大腦半球內嘅前後聯繫強於女性。呢個表明男性大腦更加擅長於喺感知區域同行動協調區域之間嘅聯絡。而研究人員發現，女性嘅左右半球之間通常有更多嘅聯繫。呢種連接促進咗女性喺分析同直覺之間有更好嘅內部溝通。該研究嘅首席科學家指出，呢啲圖像向我哋展示咗人腦結構嘅明顯差異同互補性，有助於喺神經科學上理解點解男性擅長某啲任務，而女性擅長其他任務。研究人員仲補充話，呢啲差異可以解釋點解男人往往更加擅長學習同執行單項任務，比如騎單車或者導航，以及為什麼女性更加擅長同時執行多項任務。研究中嘅志願者們完成咗一系列認知測試，結果支持以上嘅結論。女性喺同注意力、詞彙記憶同面容記憶相關嘅任務上表現出色，而男性喺空間處理同感覺運動速度方面做得好好。呢啲喺腦入面連接上嘅重大區別係咪出於設計？我哋嘅創造主係咪將呢啲納入咗男人、女人嘅藍圖之中，俾我哋喺生活、工作同養育兒女上相得益彰？我哋當然咁認為。嚟緊，考慮到我哋嘅聲帶都唔同，大多數女性冇明顯嘅喉結。男孩喺青春期隨住睾丸酮嘅增加會長出喉結，睾丸酮使佢嘅喉管擴張，並以一定角度同甲狀軟骨相連接，降低聲調，加深男聲。男人同女人一齊唱出最和諧嘅聲音。Amazing grace, amazing grace, amazing grace, amazing grace。女性臉上嘅神經末梢數量係男性嘅2倍，令到佢哋對觸覺同疼痛更加敏感。男女嘅設計仲包括將脂肪儲存喺唔同嘅地方，導致男性同女性喺身體上呈現如此明顯嘅差異。男女之間嘅所有呢啲差異都係真實㗎，係與生俱來嘅，早於父母教養或者文化影響。臨床心理學家多倫多大學教授喬丹比特森博士以呢種方式簡要咁總結男性同女性之間嘅主要區別。男人同女人之間永遠冇法改變嘅主要區別係乜嘢？有形態上嘅差異，比如軀體差異，呢個係我哋嘅遺傳基因嘅重要表現。顯然，生殖器係其中之一，仲有第二性徵同埋上身嘅力量。因此咧，平均而言咧，男性嘅上半身咧要比女性強壯得多。女性喺耐力方面有啲優勢。佢哋喺語言能力方面有啲優勢，男性喺空間能力上似乎略佔優勢。雖然呢一點值得商榷，但體能相對穩固確定。女性更熱情，男人更自信，嗰係外向性。女性更加容易退縮，變化莫測。咁呢啲係性格神經質嘅2個方面，係消極情緒嘅傾向。所以女性比男性經歷更多嘅負面情緒。咁從青春期開始，呢一差異並唔係好大，但係足以造成喺全世界嘅憂鬱症同埋焦慮症嘅發病率上存在大約3倍嘅男女差異。男人冇咁隨和，呢個就部分地解釋咗在押犯人嘅男女比例係10:1，因為隨和性係預測犯罪行為嘅最佳性格指標。女性更注重審美，而男人對理念更感興趣，呢個喺開放性方面。
平均而言，男人對事物更感興趣，而女人對人更感興趣。呢個實際上係我哋所知道嘅喺男女之間最大嘅心理學差異。呢個係職業選擇嘅主要決定因素。好嘅，呢個係對差異嘅一個好好嘅總結。嚟緊，我哋從聖經嘅角度嚟睇性行為。耶穌喺數節經文中總結咗性行為嘅原因。我起初造人嘅係造男造女，並且話因此人要離開父母，同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既然係咁，夫妻唔再係兩個人，乃係一體嘅啦。所以神配合嘅人不可分開。耶穌喺呢度描述咗聖經中嘅婚姻之約，並引用咗兩處創世記經文。呢段經文清楚咁展示咗男人同女人從肉體上合二為一，只有通過呢種結合先至會生出細路。呢個係貫穿聖經頁面嘅教導，並且自然咁發展成為聖經對父母嘅要求。聖經對為人父母有好多嘅教導，走向呢種婚姻關係需要經過一系列嘅過程，其目的就係婚姻、性行為同養育仔女。有驅動男人同女人走到一齊嘅荷爾蒙墜入愛河嘅過程，甚至嫉妒嘅感覺可以激發夫妻之間嘅排他性。當夫妻通過呢種合一嘅過程走到一起時，就會發生一啲神經化學過程，將夫妻黐埋一齊。女性對催產素嘅作用更加敏感，呢個係一種激素，喺分娩同哺乳過程亦都會釋放，以建立母嬰紐帶。因為性交嘅時候會釋放催產素，佢充當咗性伴侶之間嘅超級情感聯合劑。男人更加容易受到加壓素嘅影響，呢個同樣有助於男人同佢嘅伴侶建立聯繫，並賦予佢一種保護佢嘅伴侶同孩子嘅本能。喺聖經框架中，呢啲激素反應有助於將夫妻聯結，而建立起長期承諾嘅關係。然而，當喺隨意嘅性關係中被啟動時，呢啲會造成好多麻煩。根據神經心理學家詹寧斯博士嘅講法，當你同人有婚前性行為時，你嘅獎勵回路與之結合，佢會更深更傷人。喺有性關係嘅人分手嘅時候，佢哋通常無法忍受空虛感，因而急於建立另一個關係。由於神經回路冇時間重新設置，因此佢哋同下一個人建立聯繫嘅能力有障礙。雖然可能與之發生性關係，呢個只係一個重複嘅迴圈。障礙係真實㗎，關係亦都係真實㗎。上帝喺人腦嘅設計同連接上有一個特定嘅目的，就係將我哋同婚姻中嘅另一半聯結起嚟。性亦都係上帝設計中不可簡化之複雜性嘅一個好好嘅例子。男人同女人完美咁結合喺一齊，並且佢哋非常有動力咁樣做。事實上，關於性嘅一切活動，從導致性行為嘅慾望，到將靈與肉合一嘅化學物質同荷爾蒙，到由此而嚟嘅結果生育，都不可否認係上帝嘅創造。進化論已經嘗試咗150年，仍然承認佢哋無法解釋性別分化係點樣產生㗎。兩性必須同時出現先至能夠生育。創世記提供咗更好嘅解釋，喺創世之初就有男女。性亦都具有重要嘅神學意義。創世記解釋咗點解性被置於婚姻結構中，男人同女人之間嘅呢一種盟約反映咗基督同佢嘅新娘教會之間嘅契約關係。呢個話題喺上帝睇嚟非常重要。聖經以婚姻開始，以婚姻結束。呢一背景亦都說明咗點解喺聖經規定嘅婚姻之外嘅性行為喺成本聖經中都受到強烈警告。性係上帝嘅禮物，應該珍惜。就好似壁爐裏面嘅火可以加熱一所屋，但喺壁爐之外就可以燒毀房子。性應該保持喺上帝所期望嘅範圍之內。事實上，研究人員發現，嗰啲等到結婚之後再做愛嘅人，同嗰啲唔等候嘅人相比，有更高嘅夫妻關係滿意度20%，更好嘅交流方式12%，較少考慮離婚22%，同更高嘅性生活品質15%。跟住落嚟，我哋嚟睇睇男女性行為嘅結果。受孕。觀看呢一個視頻，顯示區離子嘅釋放。呢個發生喺卵子受精嘅嗰一刻，特殊嘅熒光分子俾我哋睇到咗呢一驚人嘅時刻。基於俾女性卵子受精嘅特定精細胞，馬上就確定咗 BB 係男仔定係女仔。呢個過程需要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嚟完成。其他所有嘅生物功能只需要一個身體，消化、呼吸、
呢啲同其他對生命至關重要嘅功能可以由一個人完成，唯一嘅例外係生育。一半嘅精子游向冇卵子嘅輸卵管，而另一半則游向含有未受精卵嘅輸卵管。而家只係分數千個啦。喺輸卵管內，細小嘅纖毛將卵子推向子宮，精子要向前走，必須逆住纖毛運動游動，先至能夠同卵子相會。一啲精子被困喺纖毛中死去。喺呢一段旅程中，生殖道中嘅化學物質導致覆蓋精子頭部嘅膜發生變化，結果精子變得過度活躍，向目的地游得越嚟越猛，越嚟越快。最後，精子到達卵子旁邊。原來嘅3億個精子，而家只得返幾十個。卵子上覆蓋住一層稱為放射冠嘅細胞，精子必須穿過呢一層，先至能夠到達卵子嘅外層透明帶。當精子到達透明帶時，佢哋附住於其表面嘅特殊精子受體上。呢個會觸發精子嘅頂體釋放消化酶，令到精子能夠轉入透明帶。透明帶以內係充滿液體嘅狹窄空間，就喺卵細胞膜嘅外面。第一個接觸卵子嘅精子使卵子受精。喺經歷咗危險嘅旅程同難以置信嘅困難之後，一個精子健附喺卵細胞膜上，喺幾分鐘內，精卵嘅外膜融合，卵子把精子拉入去。該事件導致卵細胞膜發生變化，防止其他精子附住。嚟緊，卵子釋放化學物質，將其他精子推走，並產生一層無法穿透嘅受精膜。隨住反應向外擴散，透明帶變硬，捕獲任何不幸被困喺裏邊嘅精子。喺卵子之外，精子唔再能夠附着於透明帶上。與此同時，喺卵子內部緊密包裝嘅雄性遺傳物質散開，喺遺傳物質周圍形成新嘅膜，形成雄性原核。原核之內，遺傳物質重新形成23條染色體。因精卵融合而喚醒嘅雌性遺傳物質完成分裂，產生雌性原核，其中亦包含23條染色體。隨住雌雄原核嘅形成，被稱為微管嘅蛛網狀絲線將二者牽拉到一齊。兩組染色體結合喺一起，完成受精嘅過程。就喺此時，一套獨特嘅遺傳密碼出現咗，即刻確定咗性別、髮色、眼睛、顏色同埋數百種其他特徵。呢個新嘅單細胞核子係新人嘅開始。而家纖毛同輸卵管將核子輕輕掃向子宮，佢話佢將被植入營養豐富嘅子宮內膜，喺嚟緊9個月裏邊生長並成熟，直到完備出生。呢個表明男人同女人係唔完整㗎，並且係為彼此而設計㗎，除非佢哋合而為一，否則唔會生育。上帝設計嘅驚人標誌並唔止於 BB 出生之時。你知道母乳餵養嘅 BB 長大之後通常智商更高嗎？母乳中含有完美嘅營養成分，遠勝於人為嘅配方。最近啲人甚至了解到，喺母乳餵養嘅時候 ，BB 嘅唾液同母乳混合之後會產生過氧化氫，以調節細菌嘅生長。喺長達24小時以內，其嘅濃度足以殺死條件致病菌，卻允許其他菌群生長。另一個驚人嘅發現係母乳嘅成分，甚至可以根據寶寶嘅性別而改變。母親喺俾男孩餵奶時產生嘅乳汁，其脂肪含量比女仔嘅高。女人嘅身體點能夠知道要咁樣調節呢？最後，布齊謝夫斯基教授總結得好，更值得注意嘅係夫妻之間嘅互補唔止於生物學，喺每一個方面，軀體、情感同智力，佢哋就好似手同手套一樣契合，
佢哋係匹配㗎。女人更加適合養育細路，喺火爐邊建立家庭，並成為做呢啲事情嘅榜樣。男人更加善於保護母親同細路，喺世界上建立家庭，並且成為做呢啲事情嘅榜樣。即使係美德，雖然男女都需要，但亦都有男女差別。當女人遭遇危險嘅時候，如果能夠逃脫，佢卻留低落嚟戰鬥，呢個唔係勇敢嘅行為，而係魯莽，因為佢肩負住生育後代嘅潛力。但係男人如果唔保護佢，呢個就唔係謹慎嘅行為，而係怯懦，因為佢嘅生命只係一個人。我哋可以補充話，假裝男女都一樣，呢個唔係公正嘅行為，而係愚蠢嘅不公。公正嘅做法係尊重並保障每個人嘅合理需要。創世記第1章為男女都制定咗藍圖，但我哋亦都生活喺一個被墮落所破壞嘅創世記第3章嘅世界裏邊。人類違背上帝設計婚姻盟約同律法，佢嘅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同上帝嘅旨意作對，會損害人際關係、家庭同未來。喺上帝嘅旨意中生活會帶嚟生命、安全、撫育同產業。上帝嘅安排係清楚㗎，但佢把選擇權留俾咗我哋。我哋每個人都犯咗罪，我哋都以某種方式違背咗上帝最好嘅旨意，但係通過基督就有咗盼望，有咗寬恕，有咗重新開始嘅機會，恢復同醫治等待住嗰啲悔改嘅人。你正喺度尋求聖經中關於創造、化石記錄、恐龍等教義解答嗎？請從 iTunes 或嘅 Google Play 商店裏邊下載 Genesis Apologetics 應用程式，嗰度有針對呢啲問題同更多問題嘅答案。